竹田的美，除了餐桌上的客西合并，白色教堂的浪漫满屋，这儿还有迎风摇曳的万紫千红。许多的热带懒伐在这里长成千娇百媚，还能美到外销出口，让我特别崇拜这里的绿手指，想要好好讨教一番。竹田乡出产的迄个呢文心兰，文心兰也还出口占第一名。我有听人家说啊，竹田乡有青豆兰伐，我今天亲眼看到，觉得好漂亮哦！而且真的要说你们是第一名哦，好厉害！一片片鲜黄色印在爱心一般的花瓣上，风儿一来，又像是一个个跳舞的小精灵。这娇巧的花儿可以说是零死角，怎么诠释都是美，也难怪成为了外销尖兵。种花的人儿也有好兴致，信手拈来，花儿已经有不同的姿态。哇，这些都是懒伐吗？对，全部懒伐。真的，懒伐给品种青豆耶。哇，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。要花东江，你有兴趣要做花束嘛？搞稳咯。对嘛？做得啦。好啊。好来，那你过来那边。好。走啊，好漂亮！这才发现隔行如隔山，看似简单的摆放，原来有着大学问。同样都是绕着圈圈摆放，还真是此圈非彼圈呢。相形之间，我因为手拙而有些不好意思。还好这儿不仅是花美，人心更美。老师耐心指导，爱花的我有了自己亲手做的花束。这样就好了吗？对，这样已经完成了。我今天教的是欧式花艺。好漂亮！这束花送你，谢谢。也还算欧式花艺的捧花。就像好像新娘的捧花，我好喜欢懒伐哦。人家说啊，竹田乡啊有青豆懒伐，没想到今天啊我在竹田乡啊可以有我自己的兰花，好棒哦！谢谢。竹田乡有青豆兰伐，品种不同，铺排之间高低之差，原来都要绘制兰心的体悟，才能编出当下的心情，点缀这趟旅程。